有影说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咱做个祈祷，不断创造的上帝，阮的主耶稣基督，做帮助阮每一个兄弟，要因为圣经咧讲耶稣出世、受死，定是嫁给我，那亲像阮每一个人拢接受使，阮就说吼，帮助这话语伫阮的生命中不断创造，不断提醒阮，你是创造的上帝，阮是照你的形象甲样式，有你的一口气，分阮内面有上帝神的人，阮相信恁带阮伫你面头敬拜，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即礼拜日下晡的时阵开始落雪，对无？所以其实对阮学校来讲起来，定定行为就有足大的改变。我毋知影今仔故事内面，即两个妇人人，即两个妇人人拢有上帝介入，一个是上过慢，伊丽莎白足慢，对无？虽讲圣经伫第一章内面讲着讲，因翁撒加利亚是祭司，伊本身伊丽莎白伊是亚伦的后代，所以出世拢真公平，对无？圣经嘛写讲因是义人，总是照创世记咧讲，生养众多，较侪子孙，这是祝福。但是因都无啊咧，当无当开始，可能心情伫起起落落，但是愈来愈感觉无稳当啊。连伊家己可能嘛感觉讲，无啦，无效啦，我无可能有囝儿啦。当安尼时阵，上帝介入就入去，因翁嘛无去相信。伊家己敢要相信，伊当然是足欢喜的。所以一个祭司，伊的祈祷，对结婚了以后，足紧就有囡仔，继续祈祷，祈祷到我毋知，因为伫身边发生的代志，咱会当称作讲，伊嘛无信心嘛。伊要甲来天使来甲讲。你的祈祷应验啊！我毋知咱对信心是啥款，抬杠节嘛是属地，算讲对圣经无讲外识的人，所以伊继续也咧等待耶稣过来。但是耶稣过我，就已经开始啊！上帝国、上帝的掌权，就已经伫地面上开始啊！但是袂少人，因为你若去看马太福音第1章到28章上尾啊遐，讲着讲，恁到传福音传到地极，奉爸囝圣神的名为因行洗礼。既然我所教你的，咱讲迄个时代初代教会，可能除了一寡会信了以外，马太教会可能干了即款马太福音内底。可能敢若即款，但是对遐伊讲，既然我教导你的，所以至少马太福音的5段重要的教导，5到8章，这叫做登山宝训。迄讲是讲上帝国的人的特质是啥款？第10章讲着上帝国内面的人彼此要哪管理，啥物叫做上帝国的领袖？13章讲着讲上帝国。安怎成长？迄5段的教导，包括18章上尾啊部分。所以马太福音的意思，至少讲对马太教会来讲起来，因愿意遵照安尼马太福音的内容，甲画出来，佫会当教遐个受着洗礼、受着引带遐个人的时阵，来说安怎讲？
讲安尼，我着甲你同在到世界的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就马太方面来讲起来，耶稣无离开。咱若讲咱是信三一上帝，有当时咱讲圣神之地，安尼，搁我耶稣较无伫地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圣神拢伫的。所以到第4世纪，变做国教了以后，伊前了刚刚讲好啦，咱来等待耶稣过来。所以经过40天，到第7世纪40天，即马改做4礼拜。提醒讲5万信心喜乐，安尼逐礼拜有一个主题，互大家有无共款的心情，来过圣诞节。圣诞节实际上是8月份的时阵，因为对落雨来讲起来，对遐个牧羊人伫旷野来讲起来，但是因为迄是宣教的迄个波斯教的拜火节，会献大件。迄家己的婴仔，所以即个部分无好势，所以就用覆盖。所以即摆的圣诞节讲12月25，头一迄个咱的师会伫即位咧分享，分享的部分，对，感觉讲即摆圣诞节愈来愈 commercialize。圣诞节是咱继续活伫国外的所内面。马可福音第1章到16章第8节，伊嘛无讲着耶稣过我，这是源起头到遐那点，尾仔第9节到12节，伊有增加一个长结尾，加一个短结尾，迄是后壁加入去。所以到底开讲节对咱每一个人是啥物款的体会 ？OK， 这是附带讲着开讲节的部分。我开始。最早伫遮甲大家分享的时阵，我讲我早去读神学院上主要，我从细汉就是信义会，所以今仔日伫遐电脑做即个家庭，最熟悉佮感动，因为我细汉逐礼拜拢在穿圣歌队的服装，丝袍对后壁行入来。甲天主教会少年牧者做伙入来，圣歌队做伙行入来，一路。吟诗入来，圣经，若是你看圣公会下礼拜的时阵，圣公会是一本大圣经是安尼。所有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所有人拢去恭敬上帝的话。所以，马可福音嘛无讲着耶稣过我的代志。咱咧点蜡烛的时阵，古早是逐礼拜拢爱点。所以今仔日一个家庭来到头前，象征信心的一礼拜，搁一摆，互咱大家体会到，伫主内，拢是一个家庭。耶稣基督做头，伊是咱的头。咱行世界的时阵，咱就讲我愿意，我愿意放下家己。我愿意无要用世界来做主，我要用你来做主。当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，因感觉无5万，所以天使甲讲，伊嘛无拄拄相信，所以就会教，对无？这是第1章，今仔咱无读的迄个部分，但是今仔。第1章的上尾啊，24节，讲这日子以后，伊的婚姻人伊丽莎白就怀孕5个月，5个月了以后，伊才有迄个确信，伊讲着讲，主伫眷顾我的日子，是安尼来看顾我，要除掉我伫人正人面头前的见识。英文叫做 disgrace， 叫做 disgrace。伊的社区已经真久，即阵异人，因为无囡仔，无论伊是做祭司，无论伊是
阿伦的后代，心情一直愈来愈降低，愈来愈降低。我毋知影上帝介入咱每一个人生命是啥款，所以即两个文人，一个是上过吧，一个是上早。结婚了，伊来听，到尾就来甲讲，所以伊拄即个代志，无亲像人会感觉讲，哇，够赞嘞！要来做王啊嘞，上帝的囝嘞，毋是，伊牵扯伫迄个社区内面，拄即个代志，是真惨。未婚生子，哇！所以当我咧看即个部分，看到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的智慧，伊袂因为天使甲讲，你要怀孕生囝，要甲伊起名，号名叫做耶稣，伊要称作至管的囡仔，主上帝要甲祖先代笔的王位，予伊做雅各大家的王，直到永远。伊袂因为安尼，就欢喜过头，所以结婚。所以上帝望咱拢会当活出咱日常的机会。当时我毋知影咱逐个啥物款的想法，放散家己，所以就无家己的主见，感觉安尼？还是？咱开始好好去研读圣经，因为圣经拢是，特别是新约圣经，拢是写的使徒伊经历过活的耶稣。特别福音册，福音册足趣味的，即4卷福音册加上使徒行传，叫做新约的五经。迄尾个圣经，对创世纪开始。迄是旧约的五经，咱前者在讲耶稣来先转律法，先转旧约，意思有小可咱即种 Christmas 小共，叫做覆盖，覆盖。伫迄尾人，因伫旷野的时阵，伊感觉上帝透过摩西颁布遐个10条诫命。到底迄是安迄个是，所以迄个袂使做啥物代志。哇！10条诫迄阵出现613条的律例，啥物会使做，啥物袂使做。但是，伫福音册里面讲着讲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。本来即个袂使食的，迄嘛会使食。即个袂使讲啊，嘛会使讲啊。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到底是啥会使做，啥会袂使做？所以咱需要好好去看圣经。对福音册来讲起来，较会当开始，比如讲掠马可福音做一个例也好，还是讲掠路加来做一个例，拢会使。然后开始耶稣伫遐赶鬼，伫遐讲道理，互人感觉哇，伊讲道伊大都无共款，足有关变的，有破病有垃圾的，本来拢袂使讲，较会使讲。毋但伊会使讲，尾仔遮个使徒彼得，遮个所有使徒拢相共安尼去处理。所以因伫安尼。跟着耶稣3年半的过程，起起落落，但是足重要的一部分，比如讲耶稣讲譬喻了以后，对正人讲譬喻，讲了变做伊的 small group， 伊的门徒的团体的时阵，第一句讲，恁较会还佫无明白，一直到上尾啊，代表门徒的彼得。伊讲着讲，伊请讲，所有的人，若无要认耶稣，我会啊，我死了就无要紧，我要认耶稣，你就是基督。因为伫山上变貌的时阵，
进前伫撒迦利亚的时阵，耶稣就问讲：恁讲我是几岁？因讲我是几岁？因讲你是先知，你是以赛亚、以利亚，你讲着先知的一寡耶利米安尼部分。但是彼得讲你是基督。所以，阮都面对耶稣的时阵，实际上面对未过我的耶稣来讲，是足侪奥秘，足侪沙无的。所以定定 I don't understand， 我无法度明白。但是一路行一路行，行到耶稣受架以后，彼得嘛否定耶稣，毋若安尼若定，大家拢走了了，因为太困难，太困难。咱比人较好淡薄啊，因为有先见。所以咱咧看遮个部分，咱清楚一项，耶稣讲，在地上帝才有法度，在地人拢无法度。所以既然咱无法度的时阵，咱应该好好研食圣经，好好研食圣经。这就是我去读新人伊个目的，因为我伫细汉伫教会啊，小二年就在服侍啊，就开始电脑事哦。我电脑事实在是真紧张，你知道无？安怎讲？你一路行惊万一失去咩啊？佫袂使安尼，佫袂使佫早呢。咱即摆是伫遮来点，我对后尾，行去。我是台南的信会上牧堂，感谢主哦。伊里面无一摆看见，但是大家拢有共鸣，一路行，谢谢，我看见，我靠主。我毋知是安尼无，就是一路互我，一般咧读圣经拢讲，这读无呢，毋知这讲啥呢？这不应是啥货？较会有一寡矛盾的部分是啥？所以我即摆有讲着讲，我去读新人因上大个目的，就是我望我会当信着，我嘛望会当甲原理三角做伙，对上帝有信心、愿意的人三角来行天。所以经文上趣味的是两个怀孕的人，玛利亚。因对整体的社区来讲起来，实际上足歹甲接纳，所以以利沙伯伊趁天后5个月，对即个还未嫁出来啊，伊要安怎解释？约瑟的部分是天使，后摆咧新世代约瑟国，所以较继续甲带落，因为迄个时代叫做讲先订婚了以后1年才会当结婚，中间发生即个shameful的代志，可能玛利亚知，约瑟知，迄规个社区的人你要安怎讲？大家看迄个现象，所以今仔经文较趣味的，玛利亚除了对天使甲摆咧讲的话以外，迄有智慧话顶哦，伊较紧去找因的亲人，去到遐，甲伊住3个月。你想看觅哦，经文到第6个月，这是第1章26节讲的，所以有新6个月啊。住3个月就要生仔了，所以玛利亚怀孕后前4个月，拢甲因的亲人做伙，到另外一个城市撒迦利亚的厝，因为大家讲着遐已经有新者产生，所以伊去到遐。咱咧看圣经，应该翻倒头去想着道成肉体。所以，道成肉体要互咱活伫即个世间，爱学习即内面的智慧，到底是啥款？圣神的解释对即两个妇女，结果因两个相拄的时阵，腹肚内的婴仔，称做讲耶稣的妈妈，是我主的母亲。这是第一个团结，对无？对圣经记载。这是第一个团契，
伫个教会。现在咱开始祈祷，我祈祷内容是受到 Princeton 的牧师 Barnes 的提醒，因为咱拢 take it for granted， 这故事咱拢足熟悉啦。那对细汉伫教会人，可能伊嘛演过耶稣，伊嘛演过玛利亚，有诶伊嘛演过迄个婴仔，买条的，可能咱拢熟悉，咱拢熟悉着死，咱拢熟悉着无活出迄个生命。所以咱咧看圣经的时阵，可能咱拢照咱古早的想法，咱毋是好好祈祷讲主啊，你是大富有创造的上帝。咱无亲像囡仔，无亲像上帝国内面拢是囡仔的款式，所以伫囡仔里爱听咱的爸母来，咱有忧有虑，忝得困，有欢喜伫遐。所以我讲着讲，我有20年的时间伫幼稚教育的部分，日本对我的上大的提醒，就是发现的喜悦，叫做随时我想咧，这个好食，这个赞，你今仔日笑容偌好诶，拄着每一个人，人心随时拢是新诶。咱伫大富有丰盛的上帝面头前，咱敢无安尼态度？咱敢无看着讲，即个丰富的世界，咱是另外一个眼光，因为是伊掌权，毋是魔鬼掌权的世界。因为咱伫基督内面，耶稣基督的保护遮早，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书讲着讲。看的时阵是看到保护遮早的咱是甲基督结连的基体，所以咱的罪已经去互耶稣基督的保护洗净去，咱诚做新创造的人，诚做即内面的婴仔伫内面成长、成长、成长的粮食是啥？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。咱若轻看，无彩，无彩，因为圣经内面嘛提醒足清楚，叫做讲，称呼我主啊主啊，不一定，咱得着安尼福气。所以我问咱的兄弟，爱刻薄，刻薄，啉食上帝的话来成长。所以安尼时阵，咱的小拄，甲耶稣小拄。虽讲耶稣伫玛利亚腹内面，安尼若定是还袂出世的婴仔，就清楚圣神的引带，互撒迦利亚的腹内囡仔着跳，欢喜，主来啊！母子连心，所以妈妈嘛清楚，所以讲出后壁，较水的话，就是 Bless the Lord。你是真有福气的，彼此诚做一个团体，诚做一个教会。彼此我拄着你，你拄着我。Blessing from the Lord， 对主领来的福气，活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。算讲这世个人，两个伫捌吐来，两个俘虏，免讲2000年前。敢若讲100年前，可能有诶国家俘虏还阁无选举权，所以2000年前，要甲俘虏维持创遐大。我前礼拜圣经考古学会咧讲着犹太人诶概念对夏娃，毋是。即马中文翻译的叫做 helper， 叫做讲伫反对内面诚做 helper。就讲咧顺探的部分这款顺探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是当有无共款的意见，伊诚做另外一个意见来帮助伊的丈夫来行正确的道路。
今年31种迄个才德的妇人，你若看迄个31种迄个内容，哇！迄公司也伫咧开，趁钱嘛咧趁，好解代志嘛拢伫咧做。因的翻译叫做 woman fighter， 就是女战士。所以这边实际上，路加福音有人讲这是边缘人福音，因为迄内面用足侪角色，甚至100年前，甚至50年前，可能妇女伫社会的地位拢是无够，但是第一个团体。第一个教会，清楚是路加福音第1章就出现。咱会当用新的眼光开始去学习，这每一款册实际上宝贵。马太福音 In the beginning， 耶稣的家谱。马可福音 In the beginning， 上帝的囝。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路加福音对起头，我着详细考察，头前讲提阿非罗大人，我详细考察，照顺序来写伫遮，写对马可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 ，in the beginning， 约翰福音嘛是有改。In the beginning， 源起头，约翰福音尾仔叫做成了，一切新的开始，新的世界，新的圣殿，新的出来日，甲咱对世界的迄个奴役内面拯救出来。到底这300年，因为启蒙运动的影响，咱受着希腊的概念。咱若好好去看保罗伫雅典，伫遐咧辩论的部分，甲Epicurian，迄个神学，希腊的神学叫做讲有上帝啦，总是上帝创造了走种远的啦，你要甲祈祷啊，你拢袂着啦，无去插啦。迄是叫做 Epicurian， 伊比丘中文数学个16种内容。另外一个叫做 Stoic， 希腊的概念。保罗甲因咧辩论讲，耶和华上帝、耶稣上帝、圣神上帝，毋是安尼，无共款。所以叫做讲，每一个人拢有上帝形象的部分。所以你即马做有钱人，你就享受有钱人；你即马做送向人，你就无法度改。这叫做 Stoic 的神学。这是使徒行传应该是16章以下顶的迄个部分。最重要的咧讲着讲，耶稣是之水。所以我问咱遐说，对圣经内面，逐日啉食会当增加你对耶稣是啥物人？耶稣所言所做的代志是啥款？因为咱已经为伊的保护遮早，咱伫新的世界内面，新的百姓，咱照上帝的形象甲样相，样相是一个 shape， 一个外在，伊的 pattern， 伊做代志的思考做法样相，咱阁有上帝迄口气。所以对圣经来讲起来，我无承认我是希腊讲的迄个灵魂体的人。因为即摆讲法愈较侪，第五度空间啊、潜意识啊，有足侪款的形容人是啥款。我伫圣经学院做6、9岁的主任的时阵，嘛爱教心理学，我嘛伫中原兼课教1年的心理学。心理学伫历史的发展内面有足侪款讲人是啥款，人想要了解研究人是啥款，但是圣经讲清楚，足清楚，叫做讲咱是照上帝的形象 ，OK， 甲样相所创造，是有上帝的一口气
所以每说一口气，就甲身体有诶垃圾除去，这是足大诶祝福。所以咱伫行路诶时阵，敢有感觉上帝甲咱伫咧？敢有感觉讲，咱甲正主道，咱亲像启示录第4章、第5章诶部分，甲千千万万穿白衫诶，甲144000人，这144000人是以色列百姓，分做12支派，有24个长老，伫遐三角做伙敬拜。迄个敬拜，毋若伫教会内行，叫做伫你诶厝里，伫你行大所有诶所在，上帝拢甲咱伫咧，上帝上帝拢甲咱。所以毋茫，咱会当对圣经真正有迄个刻薄诶心，叫做咱当日若爱照3顿食，还是即摆168那食2顿，但是圣经诶话，毋茫咱逐个好好食。诚做牧师，我去牧会时是误命，真正误命，因为咱囝若有迄个材料走去上帝面头前诶时阵，毋知叫拍骹算较济，还是讲伊袂使入来，因为伊交代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所有诶人，毋是干那教会人行，啊所有诶人。敢有机会听着福音？大家知影讲，我去客家诶所在，我袂晓讲客语，我嘛毋捌住过庄脚，特别我来住本两年，5年了以后才倒去。倒去台南是偌年？伫细汉伫台南，自愿60岁时阵去客家，因为清楚，我若去讲华语诶教会。还是讲台语诶教会，可能我就袂谦卑，因为你讲啥话，我可能拢知。总是去客家诶时阵，伊讲话解，来谈色，去骗人，在讲双语迄法，完全谈色，因为听无，安尼，耳孔，目睭。咱来看人讲话迄个神韵，所以莫因为这是文字。2000年过程内面，足侪文盲因是听，因为徛伫遐注心听，无亲像咱开始会晓用读册了以后，咱就开始玩游戏，讲按传话游戏，按传诶就变质。有一个牧师叫做 Kenneth Sparley， 伊细汉因为出世，因爸爸是牧师，伫黎巴嫩，所以伊有写一寡。伊尾仔是耶路撒冷诶大学诶教授，伊是美国人。伊去遐个足侪原始诶庄社，去了解着因诶信仰是啥货。我伫台南12年诶时阵。有看伊袂少册，有一份报告，叫做讲 oral tradition 口传，口传的文化内面伫 formal information 甲 informal information， 正式免传，无正式免传。你讲真侪个，实际上，咱咧看较早，咱的父母，也是咱有福气讲。几下代的基督徒的时阵，你感觉因迄阵可能，我去关细看遐个长辈，毋捌字，但是会晓背话字，因对圣经，因对基督，迄个虔诚，定然咱拢失去。所以上帝看咱的心，望咱每一个兄弟，伫世界咧准备名字。耶稣会讲，来临的时阵，咱清楚每一时拢是过目者，咱拢为迄个活跳、第二条的信仰，活伫咱的心上，这个记得。你的话语诚做阮的认识，帮助阮所看到的
是上帝你讲就正，迄是大富有、大偏见。保罗先生讲，我就是基督。阮每一个人嘛学习安尼。当阮啉食迄话语的时阵，阮就愈来愈亲像耶稣，因为透过这话语，阮所想所讲，已经毋是家己，基督甲阮奉靠主耶稣基督名。